點解星月居、宏景台、宇晴軒、碧海藍天合稱為西九四小龍？想當年，西九龍呢4個屋苑被視為區內最具發展潛力嘅住宅項目，於是地產界就封佢哋為西九四小龍。而今日要講嘅就係宏景台。宏景台位於九龍荔枝角道，屋苑共有3期7座，提供2500幾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由434至737尺，提供2至3房單位。部分單位可享少量昂船洲海景或翠綠山景，同星月居、宇晴軒等相比，宏景台以實用面積較親民而受青睞。屋苑設有住客會所，提供室外泳池、兒童設施等，住戶亦可步行10分鐘到深水埗公共圖書館同荔枝角公園。小學校網屬40校網，中學校網為深水埗區，名校選擇多，例如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。宏景台地段優越，配套成熟，距離港鐵荔枝角站約5分鐘路程，毗鄰荔枝角道同長沙灣道。沿線亦有多條巴士同小巴路線，基座設有宏景匯商場，內有多間食肆、超市、診所，滿足住戶日常生活所需。想睇呢區租售樓盤，立即瀏覽 House 730。